算醒过来了。做了个好可怕的梦。那是雪王那个老狐狸，临死前还不忘开条错路给我。还好，总算赶上了。 你又是什么人？把你拖入地狱之中，将军们，目的地到。我现在就让恶鬼把你们拖下去。 在地狱里，好好品尝恐惧吧。也罢，这断臂之仇我也不计较了。咱们地狱里再见吧。怎么回事？恶鬼竟然争相向外逃窜，究竟是什么把他们吓成这样？ 是这个手持铁戟的怪物？不对，恶鬼真正害怕的是他身后的。曹运兵，你这家伙又迟到了啊！来了就好，这下人总算齐了。 切，哪儿来的混小子？浑身散发着讨人厌的气味。斩杀的恶鬼太多，沾了点血腥。哎，你的狗鼻子还挺灵的嘛！敢在本王面前口出狂言，还不给我跪下！ 无尽恐惧！快闪开！中了这一招，即便是神佛，也得跪在本王脚下。这是……刚才不是还叫我跪吗？怎么自己先跪下？这少爷。 究竟是何方神圣？不过是个纵火犯罢了。为什么不仅感觉不到他内心的恐惧，反而感到了杀意？上一个想窥探我内心的人已经死了，怎么你也想步他的后尘？哼！别得意的太早。 小心！给我滚出来！哟呵，杂耍耍的不错嘛！叶兵，这家伙能将气流引爆，一味防御恐怕撑不了多久。急了？这家伙怎么在这儿？一直都在啊，你眼睛长在屁股上啊！ 别以为有土石防御就万事大吉了。要不是你们断了我右臂，这婆娘引爆多少，我就能吞掉多少。你是说，只要你的手臂能复原，就有办法对付蜂王？那当然。 我叫你们死葬身之地！小心，蜂王现出了真身，这样恐怕要化为火海了。都给我灰飞烟灭吧！绝没我了！
沙罗曼达怕也消化不了。曹阅兵，快退回来！退！我曹彦兵的字典里就没有后退二字。说得好，公明前来助阵。主公，请起。谁说不能？前去无路，就由我等开路。查满，请。别以为你的对手只有一个，你所面对的可是一个所向披靡的军团。他们个个骁勇善战，拔山盖世，冲锋陷阵，视死若生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无坚不摧，战无不胜。副本双雄，击破他！愿为主公赴汤蹈火。趁现在。这下让那蜂王吃不了兜着走。这样就能制服蜂王？不，想要彻底制服他，只有将宿主的魂魄重新打入他体内。可严巧巧的魂魄已经被蜂王驱散了，意思是，我们注定要死在这里了吗？也不必这么快放弃吧。不必担心。啊，这是严巧巧的魂冠。你们都以为这罐里装的是蜂王宿主的灵魂，那只是我随手放入的花灵。难道说？没错，这个罐子才是他真正的灵魂。太好了，风斋的姐姐还活着，这下我们就有胜算了。我这就做法解封。过去拖住她。上于北岛，下于昆仑，大千妙法，蕴养众生，三魄回转，复归元神。进！现在只需将魂魄打入蜂王体内，便能扭转战局。那还等什么？但这意味着需要一人在承受攻击的同时，极力接近蜂王，此人恐怕九死一生。让我来吧。我把这魂魄封入你的左手，一旦蜂王现了人形，你就立刻将魂魄打入他体内。放心，我们掩护你。速战速决，千万小心。交给我。真多，哪儿来的滚回到哪儿去！来者何人？我还以为敌人挺多呢，原来就你一个。看来
蜂王是折在你手里了。嚯，昆仑玉雕的。早听说灵玉在这座鼓楼里藏了不少宝物，看来是真的。人类果然贪得无厌，可即便是稀世珍宝，你也得有命来拿。哼，我来可不只为1、2件宝物，我要拿下的是整座藏宝阁。哼，就凭你！原来是你！你以为你继承了蜂王的能力，就能与本王抗衡了？少废话，快把我弟弟恢复原样！让他恢复很简单，只要你有本事，杀了我。本王是上古神明，有1000年岁月供我精进本领。你一介凡人，连蜂王1/10的能力都使不出，还妄想杀我！先是弟弟来救姐姐，现在姐姐又来救弟弟，真令人感动。雷锋长，我们不如将计就计，等候良机。但愿曹彦斌这次可别让我们等太久。看来我要把性命托付到别人手里了。他，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。刚才怎么回事？这家伙的目光有凝石之力，千万别看他的眼睛，否则你也会变成石头。越王的流沙淹没了整个月宫，恐怕现如今只有你我2人还没有被石化了。你是说夏灵他们？这就是他的真身。切记，别看他的眼睛。真麻烦，术教他。快躲开！这黑死光可不是石化那么简单，只要沾上一点，就能让你化得连灰都不剩。功名救驾来迟，主公安好。无妨，居然连虚华盾都能腐蚀。严巧巧，你怎么样？你的手，灰飞烟灭的感觉如何？没什么，怪我自己大意。勇气可嘉，再试试这招如何？暗黑天行炮，去！取出！烈火轰来力，多事。主公，这家伙不光眼睛厉害，速度还快，必须想办法牵制住他。小子，你还不配和我交手？本王可是不死的越王呀！只要在这龙华鼓楼里，我就是不可战胜，我就是神明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谁
楚，你看见了吗？刚才那道身影，是他。哈哈哈哈！那家伙也按捺不住了。刚刚有片刻失去了意识，好像有人控制了我的身体。可恶的人类！我绝对饶不了你们！法力随着眼睛受伤全部流失了。没想到你最让人忌惮的眼睛，也是你最大的弱点。月华，叶秋秋，你的伤！别过来！我中了越王的死亡之力，你一碰到，就会沾染给你。我已经活不了了，不过能打败他，就足够了。程峰，你可要把我逼上绝路了。哼，皇甫兄的棋艺大有长进，好一招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再这么下去，老夫怕是也要输给你了。话说，玄马那儿的事办得怎么样了？我又派了铁族和雪象前去支援，风花雪月不能小视。越王，我曾经领教过他的能力，不过有燕兵一伙掺和，就有趣多了。这么一来，曹燕兵怕是要和龙骑将起冲突了。啊，可惜了。皇甫兄，可莫要举棋不定啊！人各有命，上天注定，有的劫一念决定成败，有的棋一招便能制定。真磨蹭！你们俩再拖下去，洒家都快睡着了。你来了，臭和尚。看样子，对方是有备而来啊！这些小卒不足为惧，难办的是戴面具的那3个。玄马，开启秘境的锁魄都拿到了吗？当然，这一枚是雪王的，再加上风王的、花王的，现在还差最后一个。这样一来，4枚锁魄就集齐了。4魂归命，5要顺行，大千将法，蓬莱丝营，结！诸位，咱们的路通了。这座城池就是灵域的藏宝阁吗？这就是芦花鼓楼真正的秘密。你们立刻去将大人要的宝物找出来。是，不用这么麻烦。时间紧，洒家干脆就把整座城给大人搬回去。想得美！我放弃宝藏，
可不是为了便宜你们。唉，真是群不听话的孩子。专心开你的路，他们交给我。碰到任何人，却在刹那间爆发出毁天灭地的力量。李轩辕，你的身体怎么了？我的经脉筋断，灵力受挫，一时半会儿怕是动不了了。是被他的剑气所伤？不，伤我的不只是剑气。还有他的守护灵，守护灵。干将莫邪，乃我之剑灵，既是雌雄同体，亦能一分为二。看样子，之前的战斗已将你们的体力耗尽。我若现在杀你，便是胜之不武了。雪象，手脚麻利些。空间还不够，得开得再大些。这也太夸张了吧！看来对方根本没把咱们放在眼里。剩下的人该如何处置？我不想得罪皇甫大人，可留着他，早晚是个祸患。这个好办，西囊，你不是对越王感兴趣吗？去吧，这回我不拦你。那是。是谁？这孩子专吸人魂魄，身体里的亡魂多了，自然不太好受。所以，他总要给自己找个容器。他的身体怎么越变越大了？你既是月宫之主，那就用你的身躯来了结这一切。越王活着，曹彦斌等人就无法脱身；越王死了，月宫的出口也会立刻关闭。总之，无论谁输谁赢，都会被困死在鼓楼里。就算御林使来查，也会以为是曹彦斌一伙儿与四圣天争斗，同归于尽。好一招借刀杀人！各位，后会无期。好险啊！
点就出不来了。发现了吗？从我们进鼓楼起，外面的时间就几乎没有变化。之前经历的种种，究竟是真实的，还是说只是一场幻境，一场梦？花王他应该没事吧？你们说，如果当初我们没有进入这片森林，也没有踏进芦花鼓楼，那样会不会更好呢？说的没错，折腾了半天，连点值钱的宝物都没弄到手，都怪那几个戴面具的。冰冰，那几个家伙可不容小觑啊！咱们能活着出来，已经是万幸了。不容小觑的何止他们，像越王这样的对手，我这辈子都不想再遇见第二次了。喂，方丈，之后有什么打算？你姐姐临终前把你托付给我，既然答应，就要信守承诺。你姐姐的死，灵玉难辞其咎。怎么样？要不要和我一起去把灵玉搅个天翻地覆？别听他的，这家伙只是想找个能打架的帮手而已。你给我住嘴！我说的可是实话，我才不是那个意思呢！大家的凭什么？这个好话我都别说清楚。哎，话说，你们谁看到吉拉了？曹彦兵，如果不是因为你们，我不会陷入险境。但如果没有你们，我也摆脱不了诅咒。就算这次能侥幸脱险，也不能掉以轻心。往后你们还会遇见真正的怪物。祝你好运，我将军。